下一站目的地福岡。大家好，我係阿俊，歡迎嚟到我哋嘅 channel。當你決定咗嚟福岡旅行，無論係兩個人嘅甜蜜之旅，定係成家人嘅家族旅行，除咗考慮住邊間酒店之外，最令大家頭痛嘅一定係交通問題。究竟呢個行程同埋預算係搭公共交通工具、自駕遊定係參加本地一日遊最方便呢？今集我將會幫大家拆解呢三種交通方法，分析佢哋分別適合啲咩人，以及係隱藏嘅預算，同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。準備好嘅話，我哋即刻開始研究啦！開始研究之前，記得訂閱我哋嘅 channel、like 同 share 呢段影片俾你準備嚟福岡旅行嘅朋友。有任何意見都歡迎留言俾我哋。首先講下自駕遊先，點解咁多人中意嚟日本自駕遊呢？理由好簡單，就係想去邊就去邊，唔使查要搭咩車，查班次時間表，開車見到咩靚景呢，又可以停低影相，自由度非常之大。而且去旅行最驚呢就係拎住好多行李搭車，自駕呢就可以將所有嘅行李掉晒落車尾箱。而且如果你係帶住小朋友或者老人家，自駕遊呢就係最人性化嘅選擇。小朋友眼瞓就可以喺車度瞓，長輩又唔使行好多路，成個行程嘅質素會高好多。但係當然唔可以淨係睇到自駕遊嘅優點，都要講下有啲咩需要注意嘅地方。首先就係負責揸車嘅你，揸車揸耐呢都會攰噶嘛。如果要去啲比較遠嘅地方，最好呢就每隔一兩個鐘就休息下。日本嘅高速公路呢，沿途都有休息站，有啲呢仲會有餐廳或者手信店，可以休息夠呢先再開車。如果可以嘅話呢，就梗係揾多個人輪流揸車，咁就冇咁辛苦啦。如果行程入邊打算品嘗地道嘅清酒或者啤酒等等，咁司機大哥就預咗有得睇冇得飲。日本嘅酒駕法規係零容忍，飲一啖酒都唔可以噶。另外九州都有唔少嘅山路，尤其去阿蘇、遊會園等等。夜晚落雨或者大霧嘅時候呢，揸車呢係零舍有壓力嘅。如果你平時冇咩揸車嘅經驗，一嚟呢就挑戰日本嘅山路，意外風險呢就真係會高好多。我喺租車公司嘅時候呢，都見到有唔少嘅朋友，佢哋啱啱拎完個車牌呢，就嚟日本揸車，出意外嘅機會呢係非常之高。萬一唔好再發生碰撞，又要報警啦，又要聯絡租車公司，又可能擔心因為語言不通嘅情況，講心理嘅負擔呢，同埋後續嘅賠償，都可能會令你成個旅程嘅心情受到影響。另外好多人租車前呢，只係計租車同埋保險費用嘅預算，但係其實呢，仲有幾項隱藏嘅開支，大家都唔可以忽視。首先就係泊車費，例如你開車去覓島，因為覓島嘅景點呢都分得幾散，每停一個景點呢都可能需要俾停車費，加埋都唔少錢噶。而返到博多、天神等嘅市中心，停車場嘅收費呢係好貴，30分鐘呢係可以收你300yen。有啲停車場呢喺日頭嘅時分更加係不設最大料金，泊成日嘅話呢條數都唔少噶。所以我建議大家，如果當日只係喺市區玩，就可以考慮搭地鐵或者公共交通工具。去福岡市外呢先考慮租車。另外好多客人都話，原來九州嘅高速收費呢都幾貴，租車嘅時候呢就記得問租車公司租翻張 ETC 卡，比用現金呢會平唔少噶。另外還車前要入滿油，呢個大家都知。雖然日本嘅油價只係香港嘅大概1/3，但係做預算嘅時候都要記得計埋油錢，咁先唔會失咗預算。但係如果你唔識揸車，又或者有啲原因唔想開車嘅話，好多人都會選擇搭公共交通工具。雖然話福岡嘅交通冇東京大阪咁複雜，但好少都聽過有啲朋友搞錯咗福岡、九州唔同嘅交通工具。好多朋友第一次規劃行程，會以為福岡就等於成個九州，但其實福岡縣只係九州其中一個縣。如果你只係打算喺博多或者天神行街食嘢，又或者去大豪公園超下，最經濟又方便嘅方法一定係搭地下鐵。喺福岡，無論係 Nimoka 定係你之前喺東京買嘅西瓜卡、Passmo 甚至係關西 Ikoka 呢啲嘅 IC 卡都可以喺福岡大部分嘅公共交通工具使用。另外亦都可以買地下鐵一日券。如果你一日去超過3個景點，例如朝早去大豪公園食個早餐，下晝去天神行街，夜晚返博多食晚餐嘅話，咁買一日券呢就絕對划算啦。而家搭地鐵仲可以用感應式嘅信用卡入閘，只要用同一張卡，單日就可以無限次乘搭，
而且收費上限最多只係收你640 yen，咁就唔使計住用 IC 卡定係用1日券抵啲啦。頭先講完地下鐵，咁可能有人會問啦，如果我想去太宰府，又或者去由布院浸溫泉，可以搭啲咩車呢？喺福岡，如果你想去市區以外嘅地方，你需要搞清楚2大巨頭：西鐵同埋 JR。首先講西鐵，呢個西鐵呢，就唔係香港嗰個去元朗屯門嘅西鐵。如果你打算去太宰府參拜，又或者去柳川坐船嘅話，西鐵就係你嘅最佳選擇。西鐵仲有一種太宰府柳川觀光套票，包晒來回車費同埋柳川遊船體驗。跟住就講 JR 啦。如果你打算離開福岡縣，去由布院掃街，去別府睇地獄溫泉，又或者去豪斯登堡，咁你呢就可以考慮搭 JR。JR 網絡連結咗9州7個縣，甚至可以搭新幹線去港島或者大阪。JR 亦都有唔少觀光列車，例如最受歡迎嘅由布院之森。好多朋友都問過我，係咪一定要買 JR Pass 呢？如果你嘅行程係去由布院、別府、熊本、鹿兒島呢啲比較長途去第2個縣嘅行程，咁買 JR Pass 呢就可以回本啦。但係如果你全程只係留喺福岡，又或者只係去1-2個近郊嘅景點，咁買 Pass 呢就反而貴咗。所以規劃前呢，一定要拎個計數機出嚟計一計邊樣抵啲。當然仲有西鐵巴士、超和巴士、高速巴士等等。我哋之前呢都出過一集詳細講解9州各種交通工具，有興趣嘅話呢就可以睇翻呢一集。如果你想去高千穗峽、阿蘇火山等等嘅景點，但又唔識揸車，又或者覺得揸車開成3-4個鐘好攰，搭巴士 JR 又好唔方便，轉車都轉到你頭暈啊！咁係咪代表去唔到呢？梗係唔係啦！如果你想去呢啲交通沙漠級數嘅景點，參加本地1日遊絕對係你嘅不二之選。阿俊除咗係租車公司嘅員工，我任職嘅公司呢亦都有開辦1日團，有時阿俊都會做1日團嘅導遊。有啲觀眾呢已經參加過阿俊帶嘅團啦，等阿俊話俾大家知參加1日團有咩好處同埋注意事項啦。1日團最舒服嘅地方就係由頭到尾都有旅遊巴接送，你喺車上面瞓覺，落車呢就可以去景點玩啦。而且事前你唔需要查班次，唔使驚搭錯車，唔使揾位泊車，仲有導遊話你知個景點有啲咩睇，邊個位影相最靚。呢種旅遊嘅方式對於想放鬆嘅旅客嚟講絕對有吸引力，最適合懶得做功課嘅你啊。有一啲1日團就會幫大家預約餐廳或者活動，就例如阿俊間中都會帶嘅覓島1日遊。呢個團呢可以幫大家預約人氣嘅餐廳白賓家，大家呢一去到就有得食，唔使驚去到太多人要等好耐。而且喺人氣嘅景點森林咖啡，我哋仲有1日團專屬時段，平時11點先開門，每逢長假期呢未開門就已經大排長龍。但係參加呢個1日團就有專屬優先入場時段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參加呢個覓島1日遊，可以點選資訊欄裏邊嘅連結，話唔定阿俊仲會做你1日嘅導遊同埋攝影師添。阿俊作為帶過無數次1日團嘅導遊，喺度分享下嚟9州參加1日團嘅注意事項啦。大部分喺福岡出發嘅1日團都會喺博多出發，大家只要喺博多站竹子口一出，左手邊呢就會有一間 Starbucks， 前面呢就會見到呢間 Lawson。1日團嘅集合地點就會喺呢間 Lawson嘅外邊。但係咁多支旗，點先揾到自己一個導遊呢？以我嘅做法，導遊都會提前發信息或者電郵，話俾團友知導遊當日係拎咩旗幟或者着咩顏色嘅背心，方便團友揾翻自己個導遊。所以集合前呢，最好就留意相關嘅信息或者電郵。其次，大家要準時到達集合地點。我時見過有啲團友遲到，上唔到車呢就喺度發脾氣。但你要明白，1日團係拼車嘅項目，如果成車人嘅行程因為你一個人而延遲，對其他人呢係好唔公平。阿俊呢有時都留意到有啲團友玩到樂極忘形，到咗集合時間都未上車，要成車人等成10分鐘。大家記得去玩之餘呢，都要留意翻個集合時間。另外，大家出發前記得睇清楚 KKday 或者其他旅遊嘅平台上面寫嘅內容，邊樣包邊樣唔包。例如好多嘅入場費、餐費都係自費，而且現金一定要準備充足。
因為日本好多餐廳同埋景點都只係收現金，例如係別府地獄、高千穗小火車等等。導遊呢通常都會喺車上面收取門票嘅費用，幫大家一次過買門票。如果你只係得信用卡，真係會買唔到門票，咁就體驗唔到你想玩嘅項目噶啦。有唔少嘅一日團，例如去由布院、高千穗等，午餐呢都係自由活動，自己搞掂。建議大家出發前呢做少少功課，睇下當地有啲咩美食，唔好去到先浪費時間 Google 揾餐廳。參加一日團嘅車程呢，有時都會比較長，例如去高千穗嘅話呢，單程都要3個鐘。上車前呢，就記得去咗洗手間先。另外，大家亦都可以帶啲輕食或者飲品上車，咁就唔怕坐長途車會餓親。不過大家記得保持車廂清潔啊！最後，大家參加一日遊，返到博多嘅時候，記得帶走所有嘅隨身物品。阿俊見過有啲客人呢會漏銀包、手錶，甚至乎係漏低護照。垃圾呢亦都記得帶嚟車廂，唔好留低任何垃圾，做翻個負責任嘅團友啊！簡單啲嚟講，一日團就係做最少嘅功課，換取最有效率嘅體驗。如果你係一家大細，或者想去遠啲嘅秘境，但又唔想揸車，參加一日團呢，絕對係你非常好嘅選擇。如果你準備緊家族旅行，或者作為好老闆為員工準備公司旅行，就可以選擇包車服務啦。包車最大嘅優點就係點到點接送，朝早喺酒店食完個早餐，就可以喺酒店門口上車，喺車度瞓醒呢，就可以去玩啦。而家福岡好多包車服務都有識講中文嘅司機，無論你係想請教邊間餐廳推薦，定係行程上有啲咩改動，溝通都完全冇障礙。KKday 而家都有9州包車服務，而且仲係日本合法營業嘅綠牌車，有齊晒保險保障，而且仲有專屬嘅客製化行程，可以自創最啱你嘅路線。你喺放假上嚟9州包車嘅話，記得點擊資訊欄 KKday 嘅連結預約包車啦。今集就介紹咗大家嚟福岡都會用到嘅幾種交通方式，唔知你又會揀邊種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知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見啦，拜拜。